係9，黃旗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就係呢隻符號啊，擺咗喺前面走噶啦。出邊黃衫有進城區，中間灰馬喜悅一生啊，外邊呢，咁啊仲有隻上市魅力，4隻馬拍住先，守住個內欄第5呢，紅衫就各大合啦，橙衫2搭嘅第6位仲有樂天派啊，淺藍衫壓到入嚟內欄喎，係宜昌勇士啊，咁啊後邊嗰5匹馬啦，神州飛區啦、小鳥啦，咁啊再後邊嗰3匹分別有巴巴閉啦、黃帽咧、尾二尾3到呢，就鑽石福將啊，暫時殿後紫色眼罩嗰隻係滿載歸來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4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嗰隻符號啊，外邊位置慢慢走咗上去就係嗰隻進城區啦。上市魅力就鬥翻住個第3，守住個內欄第4，紅衫啊各大合啦，第5灰馬喜悅一生，第6淺藍衫宜昌勇士，第7橙衫啊就呢隻樂天派啊。後啲嘅馬小鳥神州飛區啦，尾3係鑽石福將啊，尾二紫色衫內欄呢，就巴巴閉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滿載歸來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放嘅馬埋邊係嗰隻符號啊，響外邊啊進城區啦，守住個第3位上市魅力啊，第4位紅衫一隻各大合咧走咗出去喎，反而攝咗內欄淺藍衫嘅宜昌勇士啊上咗嚟去個位喎，再後邊嘅第6位嘅馬咁啊有呢隻喜悅一生啦，內欄灰馬紅眼罩就小鳥啦，後啲嘅馬樂天派巴巴閉，尾3神州飛區啊，進至尾二喎，內欄係呢隻滿載歸來啊，包咗落尾嘅馬呢係鑽石福將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咁啊順其自然咁樣各大合開頭出咗2搭啊已經出咗嚟先㗎啦，埋邊有符號啦，中間啊上市魅力第3位啦，第4位嘅馬中間有喜悅一生，外邊追咗少少呢，仲有隻樂天派啊，最後200零米各大合就拋離咗第1個身位嘅符號埋邊呢，咁啊打翻上嚟仲有多少喎？中間有呢隻上市魅力，後多層嘅馬呢，仲係喜悅一生啊，出邊樂天派最出鑽石福將，接近終點啦，各大合拋離1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係符號啊，第3名呢，上市魅力，第4名進城區啊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嚟晒一啲跟前跑法嘅馬，各大合開頭貼欄嘅600米出定去2搭入彎出頭先，咁啊結果就拋離對手贏馬，符號用翻贏馬跑法放頭跑第2，第3名上市魅力，第4名褪咗落去嘅喎，尤其翻上嚟係進城區。都隔咗幾場啦，再贏翻馬啦，國大合第2名。暫時嘅第2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大家都平排約出啦，前面快嘅馬旺旺神區埋邊快喎，響外邊啊巴閉哥啦，咁啊最出嗰隻白衫呢就馬佬嚟㗎，粉紅眼罩第4位啦，跟住人哋跑啦係傑出漢子嚟㗎，後邊嘅一隊分別係一先生啦，同埋一隻係駿馬快車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路程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呢係嗰隻巴閉哥嚟㗎，響出邊係馬佬啊，埋欄嘅第3位呢就係嗰隻旺旺神區啦，第4位粉紅眼罩大熱門啊，傑出漢子啊，後邊2隻黃衫係一先生，藍衫紅帽呢係駿馬快車就暫時殿後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位置變動上面都冇喐過㗎啦，巴閉哥就順放啦，馬佬就外邊第2位啦，旺旺神區埋邊第3，傑出漢子係第4啊。後邊2匹馬，黃衫係一先生咧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駿馬快車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咯，巴閉哥仲係佔先咗少少入嚟嘅，馬佬就喺佢外邊啊逼上啲噶啦。後邊嘅第3位，外邊粉紅眼就傑出漢子，中間綠衫有旺旺神區啊。咁啊後邊嗰2隻呢，一先生黃衫啦，最出呢藍衫紅帽駿馬快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巴閉哥埋邊佔先，馬佬上嚟逼佢，最後100米外邊係馬佬，入邊係巴閉哥，分列3、4位噶嘛，綠衫旺旺神區出邊再傑出漢子。接近終點，馬佬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巴閉哥啊，第3名傑出漢子，第4名係旺旺神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係前置馬都相當大優勢喎，巴閉哥放頭，咁啊馬佬一路跟住佢，直路上面咁啊超越咗隻巴閉哥，結果係馬佬贏馬，巴閉哥第2，傑出漢子係第3，旺旺神區跑第4。都隔咗好耐冇贏馬啦，馬佬擺喺前面走，結果就1攻而破啊！第2名啊巴閉哥，第3係傑出漢子，第4先係旺旺神區啊！田泰安又唔心急喎，步速咁慢啊，佢都冇上前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全神貫注搶出嚟啦，中間係黃龍帝國啊，
第3位有香飄萬里，出邊走上去黃衫咧進佔第3嘅致敬區啊。內欄第5致勝攻略啊，中間呢仲有大紅心啦，出邊粉紅眼罩咧就魅力一定啊。咁啊，在內欄位置大約尾6、7度啦，仲有麒麟啦，紅衫外邊喜愛前啊，後邊嗰5匹馬起步維嘉啦，尾4中檔最佳拍檔，尾3人和嘉誠啊，尾2呢就係嗰隻魅力一心啊，暫時殿後淺藍衫、淺藍帽領航傳奇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嘅話就係黃龍帝國嚟㗎，跟住喺第2位有全神貫注啊，內欄第3係香飄萬里啊，跟住個第4位喎致敬區啊，內欄第5呢，咁啊仲有致勝攻略啦，隔離拍住佢粉紅眼罩呢，仲有呢隻魅力一丁啊，一路兜出邊㗎啦，紅衫就喜愛線啦，馬林中間黃衫淺藍帽，仲有大紅心啊，內欄咧麒麟啊攞出去外邊㗎嘛，有呢隻人和嘉誠啊領航傳奇嗰啲馬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黃龍帝國鬥緊呢隻全神貫注啊，中間追上嚟㗎嘛，有香飄萬里啦，致敬區啦，中檔位置仲有致勝攻略啊，外邊呢，咁啊就係呢隻魅力一丁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不200米到啦，埋邊黃龍帝國仲係鬥緊全神貫注啊，咁啊中間香飄萬里上緊，外邊致勝攻略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致敬區，接近中啲全神貫注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香飄萬里響中間，出邊致勝攻略，至於跑第4名呢，係黃衫嗰隻呢，咁啊淺藍帽致敬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全神貫注都係一隻較為側身啲嘅馬，擺到喺前呢個位置，結果就打開勝利之門啦。跑第2名香飄萬里，外邊係致勝攻略，第4名致敬區同埋埋邊黃龍帝國就比較近啲。亂局嘅場合啊爆冷啦，不過都係擺前面走，全神貫注啊霍宏星，第2名啊香飄萬里，第3啊中間追啊致勝攻略，第4呢影相喎致敬區定係黃龍帝國呢？咁全神貫注今日真係幾貫注到底喎，排住個12檔啊跟前。黃記居佢自己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嘛，內欄佳運發啦，中間獎金大笑啦。第3位藍衫係良區好友啊，第4位有博學多才啦，出邊咁啊黃衫嗰隻就知道長勝啊。馬林中間紅衫呢都係要縮住嚟跑啦，洋洋大道啊，響佢入邊仲有紅桃新星啊，水龍頭淺藍衫紅眼罩響內欄嘅，後邊嗰5匹馬全城大勝卓越善豐醒目勇區尾二九尾湖啊，暫時殿後係朗日雪峰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就係呢隻佳運發啦。獎金大笑就第2位啊，第3位啦，咁啊埋邊有呢隻良區好友啦，外邊上咗去就知道長勝啊，第5位博學多才，外邊第6呢仲係洋洋大道，中間第7呢，咁啊就係呢隻紅桃新星啊，偷入邊上有天火同心啊，掟出去外邊啊全城大勝醒目勇區嗰啲馬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佳運發仲有少少嘅優勢，獎金大笑響佢外邊啊，知道長勝亦都外邊追，埋邊偷位上有呢隻就良區好友啊，後多層啊嘛就水龍頭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佳運發仲係佔先嘅，見到中間位置獎金大笑越逼越近㗎咯喎，後邊㗎嘛仲有呢隻良區好友，中間知道長勝接近終點，佳運發埋邊接先，獎金大笑上嚟，有冇機會過到佢啊？好接近啊！佳運發一路有優勢嘅，但係輕磅呢隻獎金大笑逐步攬上嚟，睇下邊隻贏啦！埋邊佳運發，出邊獎金大笑相當接近啊！第3名外邊水龍頭，中間知道長勝，入邊良區好友要影相。好近喎，入邊定出邊啊？入邊啊佳運發，出邊啊獎金大笑。肉眼睇下可能出邊高啲啲嘅，肉眼睇就好似13啊！影相臨尾落飛啊57蚊啊！第3名呢，後上啊水龍頭，第4良區好友，都係嗰啲戲會擺到喺前面嘅起飛㗎啦，真係冇辦法啦，真係。都係內檔馬着數喎，跑落去都係1、2、3位頭嘅檔，係咯。鬥足一條直路。黃旗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黃衫大勢至乎要搶噶啦，響中檔位置有時時如意係綠色衫嘅，埋欄黑衫呢，仲有勁進天下，外邊橙衫妙芳華，跟住個第5位係川河冠區，第6位紅帽呢就安康萬里啊，出邊紫色衫快脆神州啊，後啲嘅馬啦先見到呢就名門望族啊，黑色鼻箍啦，尾6到啦內欄啊，淺藍衫呢就宜昌奇兵啊，後邊嗰5匹馬神速馬車健康之星啊，再後邊有良田福星閃亮佬喎，暫時殿後海
算幸運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一對肥喎，咁啊外邊位置就係嗰隻妙芳華，響入邊呢就大勢至虎啦，落個零身位，守住內欄第3就勁盡天下。咁啊隔離拍住個綠色衫第4位呢，咁啊仲有時時如意啦。第5位紅帽嗰隻呢就安康萬里啊，響入邊白衫呢就川河冠區，響出邊呢揈出去啦，就係快脆神州啊，名門望族啊，淺藍衫攞埋出去喺外邊位置，仲有隻宜昌奇兵追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大勢至虎仲係佔先少少嘅，見到外邊位置安康萬里就已經冧聲上緊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追有川河冠區，外邊上淺藍衫仲有隻宜昌奇兵啊，內欄嗰邊嘅健康之星，最後100零米安康萬里透出咗半個身位，大勢至虎埋邊逼翻上嚟喎，後邊㗎嘛，仲有外邊宜昌奇兵接近終點，安康萬里中間贏出呢場賽事啊，大勢至虎埋邊第2。宜昌奇兵啊第3、第4名係川河冠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安康萬里增程成功，咁啊重磅亦都可以照贏啊。咁啊增程上14噶，埋邊大勢至虎咁啊跑第2啦。第3名宜昌奇兵，第4名係川河冠區。五棒子贏完，輪到呂健威啦。安康萬里贏馬，第2名呢都係谷翻上嚟啊，大勢至虎。第3呢追嘅宜昌奇兵，第4川河冠區。咁啊，賽果條 Q 啊好正路啦，宜昌奇兵啊原來上次唔係副轆喎，今日咧喺中碟衝都衝得幾好啊！佢啊似頭先嗰隻水龍頭咁啊，貼欄中游直路追，反而勁盡天下守住個靚位。黃記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勁進先鋒埋邊快閘㗎，63中檔呢，仲有陸續豐收啦。咁啊，第3位就富國兄弟啊，外邊走上去啦就星際快車啦。內欄第5仲有高進名區，出邊橙衫呢，仲有燈膽王啊。馬林中間白衫，大約跟住個第7位呢，仲有占士德啊。響佢入邊啊多利彩區，後邊3隻皇帝英豪啦、德薩斯啦、暫時電流係星耀王者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勁進先鋒就貼欄放，外邊星際快車走咗上去第2位啦，第3位呢，咁啊都一路留得好緊要喎。咁啊就係粉紅眼罩嗰隻陸續豐收啊，埋邊高進名區上咗嚟，出邊呢仲有隻燈膽王啊，埋欄位置啊多利彩區啦，中間呢仲有富國兄弟啊。咁啊占士德呢，褪咗落去，兜出去大外檔追啊，攝入邊就德薩斯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佔先嘅馬呢，都仲係勁進先鋒啊，中間位置呢，就星際快車追啦，響入邊偷位上有多利彩區啊，中間位置仲有陸續豐收，出邊追上嚟係占士德啊，最後100米到勁進先鋒拋嚟1個身位，攝入邊追有多利彩區啊，中間位置仲有星際快車接近終點，一出即成係勁進先鋒啊，跑第2名埋邊多利彩區，第3名星際快車，第4名有陸續豐收同埋埋邊富國兄弟需要影相啊。結果呢隻勁進先鋒認真厲害啊，嚟到香港一出即成，亦都攞到個新馬特別獎金150萬。結果就新加坡贏到馬嚟到香港初出即勝啊，勁進先鋒。第2名啊貼欄慳位嘅多利彩區啦，第3啊星際快車，第4名呢陸續豐收啊，占士德啊慢閘3碟。咁我樣都可以擺得到喺前面啦，勁進先鋒嘅出閘好 sharp 啊，一放到底啦。黃記居第4名都仲要影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千杯勁典走啦，鑽石星空第2位，外邊創奇蹟啊第3，第4位埋邊呢，仲有陸續光芒啦，第5位白勇士出邊燈膽王子啊，內欄大約跟住個第7位到啦，紅衫黃就一隻遙遙領先啊，響佢外邊啊還看今朝啊，粉紅衫呢，就係呢隻長勝霸區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神池啦、標誌將來啦、尾3萬士呢、尾二大英才暫時大墮後呢，係嗰隻三生福佑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咁啊外邊位置創奇蹟嘅走咗上嚟喎，千杯勁典響入邊啊，咁啊再見到第3位就鑽石星空啦，一路兜出邊嘅第4有燈膽王子，中間白勇士埋邊綠色衫呢，有呢隻呢就陸續光芒啊，再後多層遙遙領先啊，攞出去外邊衝，有呢隻白鼻梁嘅還看今朝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㗎嘛，仲係埋邊創奇蹟啊，中間上嚟有千杯勁典啊，在中檔位置呢就係鑽石星空啊，中檔位置追就係遙遙領先啊，後多層嘅馬呢有神池啦、標誌將來、白勇士嗰啲馬接近終點啦，鑽石星空將後邊嘅馬群拋甩晒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遙遙領先啊，第3名呢好近喎，外邊追咗上嚟係還看今朝，入邊千杯勁典影相爭第3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鑽石星空都跟前啲嚟跑噶啦，結果就好輕鬆孭住個重磅收韁贏啊，遙遙領先又係第2喎。
第3呢，以為千杯勁點嘅時候，還看今朝一路上咗嚟，要影相。落飛落到大熱門啊！呢隻鑽石星空26蚊開跑啊，輕勝啊！第2名嘅萬集啊，遙遙領先。第3名影相啊，睇下嗰隻還看今朝定千杯勁點啊！都係還看今朝㗎啦，千杯勁點啲飛咁弱，真係軟弱啲，連前3名啊，你放都保唔住啊！就係千杯勁點。哇！呢條大熱 Q 38蚊啊！級賽1006米先至山錦標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外邊神虎龍區啊，中間就禪聖輝煌啊，入邊曾友啊，外邊安裕中華勝景啊，內欄尾依位置係標之銀河啊，暫時殿後呢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中間禪聖輝煌就放咗出嚟先，外邊啊神虎龍區嚟㗎。咁啊第3位嘅馬啦，咁啊內欄位置有曾友啦，中間呢咁啊仲有標之銀河啊，響外邊嘅馬匹呢，就係呢隻安裕啊，後邊嘅馬啦有中華勝景啦，暫時殿後係美麗同享嚟嘅。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1000啦，禪聖輝煌就放嘅神虎龍區外邊嘅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呢就曾友啦，出邊有安裕啦，第5位係標之銀河啊，再後邊嗰2隻啦，中華勝景同埋美麗同享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頭嘅馬仍然係禪聖輝煌啊，神虎龍區係第2位，埋邊第3有曾友啦，出邊第4係安裕啦，咁啊中間第5位就標之銀河啊，揈出去最出啊係美麗同享啊，內欄紅衫響入邊搏位呢，就係嗰隻中華勝景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禪聖輝煌仲係佔先嘅，神虎龍區第2位啊，外邊美麗同享爆上嚟咯，響入邊搏位呢，仲有曾友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標之銀河攝內欄係中華勝景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禪聖輝煌拋離咗個幾身位噶啦，標之銀河響佢後邊追啊，再見到外邊仲有神虎龍區，最後100零米禪聖輝煌仲係佔先，入邊上嚟有少少內線俾人壓住，標之銀河上緊接近終點，埋邊標之銀河外邊禪聖輝煌相當接近啊！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神虎龍區美麗同享需要影相啊！以為禪聖輝煌贏㗎啦，但係有啲內閃壓入去標之銀河，標之銀河內欄一路傳上嚟，兩匹馬叮當馬頭啊！第3名嘅馬呢，神虎龍區中間出邊美麗同享，亦都需要影相。哇，好好睇啊！裏條位地五棚子啊，好衝到咧，近喎，好近喎，真係好近啊哇！3、4名亦都係好近，肉眼睇啊，好似裏邊少少佔先，不過就好近。咁啊3、4名亦都有得影喎，3、4名都好近喎。 3、4名好似一就佔先係咪咧？啲一路到第3啊咧，你哇追得好勁啊！標之銀河喺入邊，咁佢絕對唔順息俾你嘅，即係而家係蝕底就要追，你又要蝕9分去跑。哇甩咗腳踏添啊！呢位心啊，呢個特寫鏡頭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又好眼光啊，外邊維港智能啦，中間有嘉應高升啦，內欄呢就賢者無敵啊，跟住個第5位有威力奔騰，後邊3隻勝不驕陸續無限啊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嗰隻的愛心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呢，就係嗰隻維港智能啊，好眼光，跟住個第2位啊，內欄第3呢，咁啊仲有呢隻賢者無敵啦，跟住個第4位嘉應高升啊，後邊嗰4隻威力奔騰勝不驕啊，尾子橙心係的愛心啊，暫時殿後馬匹呢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維港智能佔先入嚟嘅，好眼光第2位啊，咁啊見到中間就賢者無敵啊，外邊呢就係嘉應高升啦，入邊第5位有威力奔騰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勝不驕啦，再後邊嗰2隻的愛心同埋陸續無限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㗎嘛，見到中間位置嘉應高升上咗嚟，入邊維港智能都仲有少少啊，中間上嚟㗎嘛，有的愛心啦，威力奔騰啦，出邊上緊嚟就係勝不驕同埋陸續無限。最後100零米，嘉應高升越級挑戰，使乜驚啊？沙田銀平一樣贏啊！第2名嘅馬威力奔騰，第3埋邊的愛心，第4名係陸續無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嘉應高升咁啊，縱使贏緊2班嘅啫，但係一樣越級上嚟，咁啊跑3級賽1200米，一樣以一個輕鬆嘅姿態贏馬捧走沙田銀平啊！第2嘅馬威力奔騰啦，埋邊追上嚟，仲有隻的愛心，第4係陸續無限。唔使放頭喎，跟馬跑都一樣得啊！嘉應高升1.7倍贏馬，第2名嘅威力奔騰啦，第3呢都沿途走規唔順啊，的愛心啊，第4陸續無限。最值得搏嘅冷腳就係威力奔騰啦，你計翻條數佢綁，又有個好檔啊，貼到條欄咯。佢抵買個2咯。第2好似包尾咁滯喎。
田泰安係3，黃記居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常拼常得啊，立啲啦。尾黑衫係位置性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就係金榜之星啊。響內欄就紅海風帆，出邊碎炸第4位你知我得，第5位聖神威啊，第6位中間紅桃高升啊。響外邊就美神來啦，內欄仲有獻望寶寶啦，跟住個後邊呢就醉風雲啊。後邊嗰5匹馬位置性逆市奇葩星火燎原尾子天天得落暫時殿後，藍衫嗰隻係常拼常得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呢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啊嘛，就係嗰隻紅海風帆啊，跟住第2位啊黑金榜之星啊，第3位外邊啊碎炸啦，內欄第4你知我得啊，中間第5有聖神威啦，後多層內欄有獻望寶寶，中間紅桃高升，出邊啊美神來啊，再後邊噶嘛先叫到醉風雲啦，沿住個外邊上黃衫有逆市奇葩，後邊4隻威之星，尾3天天得落，尾二星火燎原包咗落尾呢，仍然係嗰隻常拼常得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佔先噶嘛，咁啊埋邊紅海風帆鬥緊，中間就係金榜之星啊，入邊你知我得夠唔夠位呢？中間上嚟噶嘛，有碎渣，外邊追有美神來，最出係逆市奇葩，馬林中間仲有聖神威，最後200米埋邊紅海風帆，中間係碎渣，再見到兩隻馬中間夾住金榜之星啊，上咗少少噶嘛，仲有紅桃高升攝入邊聖神威，接近終點，碎渣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噶嘛，外邊紅桃高升啊，第3名壓上壓落啊，有紅海風帆同埋金榜之星呢，就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碎渣都打開勝利之門啦，曾情上去1004啊，將後邊嘅對手掟甩咗噶啦，跑第2名噶嘛係紅桃高升啊，第3名金榜之星紅衫出邊，一邊紅海風帆需要影相。夜馬就碎渣啦，咁第2名啊後上啊紅桃高升啊，3、4名好近啊，入邊啊紅海風帆，出邊啊金榜之星啊。咁叻仔啊！3碟馬都可以贏得到啊！呢一場碎炸贏馬啦，紅桃高升啊，真係落飛都唔信㗎啦！咁啊走到入 Q 啊！呢場爆冷啦！哦，臨尾落到飛價33倍啊！嗰隻紅桃高升。我哋頭先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加州得力快喎，中間李家輝騎住上去要放啊，外邊川河首區第4位精英，出邊第5風雲武士啊，最出粉紅衫嘅都靈星球啊，馬林中間獨步天下，咁啊內欄位置啦，藍白環間3仲喺香港神區啦，咁啊中檔呢，咁啊就係呢隻滿歡笑啊，後啲嘅馬有實力派啦，衝上雲超啦，尾3就時時有道內欄淺藍衫尾二呢就係銳一啊，暫時大道後係嗰隻精算謀略嚟㗎，好啦咁啊。轉呢個呢，就係香港體育，即係香港體育學院灣啦。前面放頭嘅馬匹呢，咁啊有呢隻就係都靈星球放咗出嚟啊。李家輝呢，就俾佢買喎，跟住個第3位外邊進佔第2嘅川河首區啊。咁啊再見到外邊風雲武士啊，中間第5啊精英啦，獨步天下，外邊第6位啊跟住風雲武士嚟跑噶啦。內欄第7有加州得力啊，中間係滿歡笑，揈出去外邊追嘅馬呢，仲有實力派啊，衝上雲超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話就都靈星球鬥緊川河首區，中間呢就風雲武士上咗少少啊，響入邊捐上嚟，仲有精英啊，外邊上係滿歡笑啊，最出係獨步天下，最後200米外邊滿歡笑冚咗上嚟，入邊位置有精英啊，再見到後邊第3位有風雲武士啦，咁啊出邊位置獨步天下上咗少少，接近終點滿歡笑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係精英啊，第3名外邊獨步天下過唔過到風雲武士呢？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滿歡笑成功響3班贏馬，鄭俊偉馬房再添一 win 先。第2名係精英，第3獨步天下，第4風雲武士。恭喜晒啦！卒之都喺3班交代啦，滿歡笑。第2名嘅精英啊，第3名呢應該出邊嘅獨步天下高過入邊嘅風雲武士啊！好嘢啊！終於克服到3班啦，鍥而不捨。落飛啊，落尾86蚊。少少落飛啫，咁講真，你呢2場嗰啲對手啊，硬淨過呢一組好多嘅。跑跑下半場好似中碟幾好衝喎。